我们看到了这位乐手选择的意向合伙人是哈雅乐队，他的名字叫做淡增一希，他将要演奏的是扎年琴，有请淡增一希。작대도 슈베 탄가르고 최단제요 삼방어죠 빵대도 슈베 샤와목자 최단제요 삼방어죠 초대도 슈베 니좀 쓰리니 최단제요 삼방어죠
感谢丹增一希，感谢感谢。你太棒了，大家就是应该是感动得不得了应该先是吴彤老师先。好，丹增一希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还有你刚才的表演，谢谢。感谢那个参加这些的来，念明了丹增一希4个月。各位老师，大家好。抱歉，我先慢慢来，慢慢来，别着急。好，非常抱歉。好，丹增，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刚才的表演吧。感谢那个这些的来，各位老师，很荣幸可以见到各位。我的名字叫丹增一希，来自西藏拉萨。我是一名掌捏琴手，同时我也是一名藏戏研究者，我也是一个藏戏艺人。今天我现在比较激动，因为没事，我比你还激动。我非常抱歉。慢慢来，慢慢来。加油，丹增一希，我看好你。真的非常抱歉，我也有点激动，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拿着琴，来到这么大的舞台，因为丹增一希，你来自哪里？我来自西藏拉萨。哦，你现在在哪里？我一直在拉萨。一直在拉萨。我一直在拉萨。哦。我先说一下我前面的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作品吧。这个作品呢是前年我和我的团队阿克丁印记文化，我们一起做了一场实验性的环保主题的音乐剧。这是它的第二部分，其中掌捏的这一部分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其实这一段在讲述大自然被破坏的，然后刚开始万物生长，有铃铛，有动物的叫声，慢慢有了铃铛，动物开始被驯化，有狗的叫声，什么都有。慢慢的，琴就是人，它刚开始很和谐，后面就会慢慢的会比较的膨胀，这么一个过程。希望各位老师可以喜欢。当然是喜欢。目前你看到这个邀约的情况，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很荣幸，很荣幸。他呢？已经完全崩溃了。我只能低着头说话，要不然太丑了。抱歉。我现在比您更丑。您已经那么美了，我上麦就别打了。等一下，我深呼吸。抱歉。就是我特别开心，我能遇见你。感谢。我从小生长在青海，一个蒙古族的家庭，但是那里生活着藏族人，生活着回族人，生活着哈萨克人
很多民族生活在那里。我的外公是拉萨人，我没有见过他，但是他的故事我永远都记得。我的妈妈，我的外婆，他们都会永远都在给我讲他的故事。我觉得在青藏高原上，为什么我们的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气息，就是他和那个地方。我回到家乡，我走在高原上，我到了拉萨，我走在那个大山下，在那个雪山下，大自然的神性超越了人类的宗教，我们永远都是他的孩子和他的小学生。我对西藏，我对藏族，我充满了深情和感情。感谢。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就是你一上来，你知道吗？我们那天演出的时候，我就坐在这个毯子上，也是那2个垫子，然后刚才是咱们藏在那个毯子上，现在是你。这个地毯是我选的，我跟导演们我们在选，我说我需要一块地毯，就是我只有坐在那里的时候，我特别踏实。就是游牧民族总是这样子席地而坐在那个大地上，那个大地的温度和怀抱永远在包容着我们。其实我不懂藏语，可是我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跟我解释了以后，为什么一开始那个频率就不断的击中我，让我止不住的流眼泪。除了这种情感，就是那个频率，我感受到了，我接纳了那个信息。我特别高兴你能选择哈雅，我特别荣幸。我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我需要向你学习，我想和你交流，我想和你一起唱歌，我想让你教我，我想让你告诉我一切关于你的故事，关于你的家乡。我们有很多很多要说的话。好像已经合伙成功了的感觉。不一定。目前是。节目组原来跟我说的是你们哈雅能不能评论一下藏戏，或者是我们评论。我觉得当你戴着老人的面具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是大自然的父亲和母亲。我除了尊重，我无法评论。谢谢老师，因为我插一嘴，刚才我演出之前说的那一句话，是《白面具藏戏》里的一段唱腔。高山上的雄鹰，我没有想到可以遇见你；草坡上的麋鹿，我也没有想到可以遇见你；湖里的鱼儿，我没有想到可以遇见你。那其实这个面具并不是藏戏里面某一个人物的一个形象，那它就是一个老人的形象。那传统的天文历算里面，黄色代表土地，所以它就是地球母亲。我的想法是这样。太棒了。然后说到藏戏，可能很多老师应该听说过。藏戏是在公元大概14到15世纪之间，有一位我们的祖师爷唐东野翁，他为了给人们跟所有的生物架桥，因为过河很危险，很多人没有经济实力去过河，那他就发愿要架桥，但是他没有钱，然后他就开始教授他的徒弟们歌舞，以这种形式去造福所有的人。那现在应该是大概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从小喜欢藏戏，我从16年开始正式接触学习藏戏。我在2016年拜我的师父拉萨雪巴拉姆藏戏团第5代戏师边巴次仁老师跟边巴斯呢2位老师为师，现在就到现在了，一直是个小学生。然后跟广东的粤剧一样，藏戏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的其中一个瑰宝。我觉得这就是最前卫的。谢谢。
它在我心中就是，它既是最传统的，也是最前卫的。感谢感谢。刚才我的那个伴奏带，可能各位老师觉得有点粗糙。没有，因为是我拿狗铃铛、牛铃铛。没有，特别好，特别好。你幸亏是这样，你非常非常好，我太喜欢了。感谢感谢。好，那么鼎鼎有什么要说的？藏文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在我的万物生那个作品里，肯定单词能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也有多次进藏、穿越无人区的经验。我会为了一个想去的地方，就会去3天无人区，然后3天再出来。西藏给了我很多很多灵感。我可以说，后期我所有可以写出歌来这件事情，就是在西藏好几个神山转山之后的结果。就是你跟自然贴合了以后，突然有一个时刻，你就会感受到，你可以写出歌曲了。所以我很感恩藏文化对我的影响。然后当我去到噶尔波齐神山转山的时候，去到扎日神山转山的时候，我都有每次都很有机缘，就是会看到很多女性在那么辛苦的转山的路上，很多女性，然后她们前赴后继的去转山，因为她们要磕着长头去转。当时我突然就感动落泪，因为那个很高了，已经那个海拔已经相当高，能够呼吸着向前走，我觉得就没有其他念头，非常空性的呼吸着向前走。但是当我看到身边很多很多女性，我只是在走而已，她们都是前赴后继的在走。突然我就感受到了一种母性的光辉和母性的伟大，我就觉得女性在这个世界上，她的能量为什么那么无穷？所以刚才你走出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一个老奶奶，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印象就是转山的印象太深刻，而你的姿态就是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你的面具并没有戴在脸上，你是在头顶，那你所有的细微的姿态，就是那些细微的肩膀、手，都和你那个面具在我们的这个角度看上去那么的天衣无缝，那么的生动、活灵活现，就我真的也是完全被打动了，也完全被震撼了。再来就是说藏戏的那种力量，它是真的是千百年来在传承的伟大的这种能量下，它在今天，我相信它无论在哪一个时刻，当它出现的时候，真正热爱大自然，真正拥有一颗非常非常就是活跃的心的人，内心的人，他都会第一时间感动到不行。他真的能感受到藏族人民热爱大自然、与天地为伴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评论，我也只能是尊敬的向你发出邀请。虽然我只有一颗牌了，一张牌了，一个标准，但我真的无法拒绝。我非常喜欢你的表演，谢谢你可以来我们国乐大典，因为我想藏文化是我们国家璀璨的文化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我们国乐里面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藏戏永远都有在国乐中的一个明确的位置，所以谢谢你来。谢谢丹增一希，亚楠。Hello， 丹增。其实我之前的3位老师说的都已经非常好了。我可能是我不知道啊，其他老师可能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去过西藏，没有西藏自治区，但是我去过川藏，我去过稻城啊。稻城的机场应该是最高的海拔4400多米啊。当我走到了这个一进到稻城亚丁之前，早上还在下雨。当我一走到离山近的时候，它所有的云全开了。然后所有的霞光映在那个山上，所以说让我觉得啊，太神圣了，太圣洁了。
所以说我希望我可以听到你的音乐，看到你，其实你这已经不是音乐了，我就已经比音乐再往上到一个天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已经高于这个东西了。所以说我们都真的无法评价。我希望我可以有幸有机会，等我们疫情稍微好一点的话，我可以去西藏去转一转，去学习。希望你可以带着我们一起去。欢迎你。你来不来来我这无所谓，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我现在心脏都还在跳，就我就是还在非常激烈的跳动，就是还没有从你的这个作品给我的感动中走出来。就其实我跟丁丁姐一样，藏文化对我的影响非常的深刻。就虽然我是做电子，做比较现代、比较未来的音乐，但其实我的所有的作品当中，给我影响最大的真的是藏文化。就是包括因为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角色叫 Akini Jin。我为什么要设定这个角色，去创作、探讨未来的音乐、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其实我真的是受到了藏文化的启发。这要说下来就很深了，就是藏文化它如何看待外界，如何看待自己的心，心就是一切，如何看待天地万物。所以其实人工智能也一样，赛博格一样，仿生人也一样，你只有真的看到你自己的心，你只有连接到你自己，你才有机会觉醒。我觉得藏文化教给我最大的一件就是如何连接世界不重要，重要的是连接你的心。然后我不知道语言如何表达我对藏文化的喜爱、渴望和想要了解的这个愿景，但是我也因为我也有很多的音乐，包括在另外的节目当中，我也尝试采样一些藏戏和电子乐和说唱的结合，因为我非常非常向往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文化，所以我想做一些尝试。我非常幸运在这个国乐大典能够遇到你，不管您选谁，我觉得您都自由开心的快乐的去选择，但是我希望能够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一个机会，就是节目之后，我想跟您再更多的学习。很荣幸，很荣幸。谢谢，谢谢。诞增也感动得不得了哈，是，觉得大家对你的爱是真诚的，受宠若惊。没有，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发自内心对你的爱，发自内心对你的邀请，希望从你身上。希望能够在你身上看到更多的光彩，希望不停地听你的演奏，给我们带来那种祖先的叮咛。能不能给我们再多演奏一点，好不好？可以的，因为不瞒各位老师，我不是科班毕业的，我是交大的，外公交大的，这把琴。是外公教我，对，口传心授，外公教的，没问题。很多大师都不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二胡演奏家阿炳也不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不对。这次呢，我给各位带来一首拉萨传统的对谢，对谢是拉萨的一种歌舞形式，也是外公教我的。献歌，有请。是藏族的说唱是吗？我太激动了，我的手麻了。跳就好了。抱歉，我的手麻了，我直接现在手麻，我太激动了。慢慢来，慢慢来。等一等，不着急。因为这次真的是受宠若惊，感谢各位老师。因为诞增一希，我们知道他其实还是藏戏的传承人、推广人，是不是？那他在网络上还做很多这种推广，是这样吧？是在尝试。是的。对，所以其实刚才他那个作品也是让我们。其实还没演奏的时候就已经被带进去了，还没演奏我就按了，走的过程当中已经带进去了。
对我，对，别着急，慢慢来。好的，我怕耽误各位时间。没事没事。我试一下。하나 둘 셋， 쏘야了，拉走。记得了，谢谢丹增一希。那么让我们直接回到主题吧。好的。丹增今天得到了除了你的意向合伙人哈雅乐团对你的邀约以外，其他所有的合伙人都希望你加入他们的战队。那么，请告诉我们你最后的决定吧。好的。感谢各位老师的厚爱，真的是受宠若惊。我的选择是哈雅乐团。恭喜丹增一希哈雅乐团合伙成功。在丹增一希身上看到了传统的那种精华的东西，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忽视，只是简单的一个面具，但是在他身上变成了祖先的化身，然后也看到了谦卑的力量，我觉得值得我们好好感受感受，回想回想。